来给你赔罪来了。天给娘，俺让小子们给枣儿守灵7天，等大病的时候，让小子们给枣儿摔盆扛饭。不用了，婶子，你们都快回去吧。俺想让枣一个人走得清静点，俺不想让他走得牵肠挂肚的。枣儿他娘，婶子，你们快走吧。天后，把门关上。事情咋闹成这样了呢？咱跟枣家的仇算是结下了。八路不会不放过俺哥吧？闭嘴！枣没了，成，俺赔他一个闺女。赔？你打算咋赔啊？天给不是稀罕二宝吗？俺把二宝嫁给他。娘，趁着这喜棚还在，明儿俺就让二宝替他哥把这亲成了。娘你不能这样，咱老丁家不能对不起人家。那你这么做对得起俺姐吗？是啊，娘。那你让俺咋办？奶奶，娘，你咋能这样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天给他彪，脑子还不如个孩子呢。俺姐要是嫁过去，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？那你让人家枣儿他娘咋办？这不管咋说，枣儿是为了大宝死的。这村里人现在可都看着咱呢，咱要不给村里人一个交代，人家能放过咱？还有，那八路能饶过你哥？你要是真为大宝好，你就不该这样做。娘问你，你枣儿是大宝打死的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，这俺能起誓？那你把二宝许给天给，那不就等于承认枣儿是大宝打死的吗？啊？要不你凭啥把村里数1数2的闺女许给那个脑子有毛病的啊？你不明摆着理亏手里头有短吗？娘说的在理呀。不是，不是娘，这天给娘可是看着枣儿咋死的，他会出来说句公道话，他不会冤枉大宝的。他说话有谁信呐？啊，人家不得以为他是为了替他那个傻儿子把媳妇娶进门，才不得不这样说的呀。要这样的话，这事儿不就生贴在大宝身上，你想扒都扒不下来呀。是啊，娘，要真是这样的话，俺哥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俺爹俺哥，俺大哥一定得回来。
大哥不能不回来，啊，大哥一定得回来。都给俺闭嘴，滚回屋里去！钟瑞媳妇，俺知道你心里头过不去，咱对不住人家，咱一定好好的发送枣，就按送老人走的规矩发送，不让村里人说闲话。可你就是不能打闺女的主意。明儿就找人把俺的寿菜送过去，那是俺闺女们给俺准备的，俺把它拿给枣儿。娘，寿衣，娘这就跟你一起做，照最讲究的规矩来，5件上衣，3条裤子，一样都不少。娘，钟瑞媳妇，这回不管你是应还是不应，娘就替你做主了，就这么办了。五宝，来，把这个喜棚拆了，啊！给俺住手！钟瑞媳妇，这个家娘说话还算不算？婶子对不住你了，对不住你娘。娘，娘，你把针给俺，叫俺爷给俺姐缝2针。哎呦啊！